银座卓玛出来的。基本上开锅开的比较早。老三哥，可以吗？因为他们那个摄影师都没走，这个还有这两个都没走。这新的舞，就今天下午跳的那个舞。跟最前面的跳的可以，这就晚上练的那个新舞，今天下午的。好不玩？拍长的噻，拍长视频噻。他们永贞他们没练，不是没练，就是跳他在旁边直播没学那些。没带，刚刚带回去了，我带回去了，取来了的，他带回去了。这个3分40多秒。这个拍起来我说6点还不上去。他
哪不晓得呢？不要在乎那些，你肯定460吧？ 4K 它就50p。哦，只有50，你也是国内的支持，跑闪烁那个灯泡跑闪烁的支持，够了。还有第三首这个金刚舞的，就是剪短了那个版本。哦，不是金刚舞，哦，就是金刚舞剪短了一点点，只有几分钟，2、3分钟。今天中午来了就可以去了。我们从山里我们跳6点半，他们一直在这儿的嘛。等会儿要过来，因为那个他把钥匙把我拿了，然后没有给我的时候，钥匙好收到屋里面了，没在过来拿钥匙等会儿。好，我钥匙要给他，我取给他。金刚的缩短的版本，减配版就是减配版的金刚。以后跳金刚我就跳这个就可以了，就不用跳18分钟那个，应该不会。
3个筷子组合，3个杠杆是高的， 3个高个子个。高个子1.7米以上的，这个还有一个有点高的。把脸转过来，就今天参加演出，参加录制完整版的，这几个人，6个人。哎，就是他们那个新。他们6个嘛，啊，新过来了。这已经第2个了，这个是新港舞，3个。这是金刚舞啊。金港舞第2个好像是，这个不是，这新的，这新的。没报这边，等会儿过来，我老点给我拿钥匙里面那边骑车子过来，他给我带过来。他溜回的时候他们拿钥匙。就是因为这辛苦噻。喂。啊，对啊，你过来就是噻，我在正中间，你直接进来就是啊，我咋个出来嘛？你去直接说了就说噻，妈去吃素，我不挖出来，我出来咋个起嘛那么多人？你直接进来，哈你，我在正中间，我咋个甩嘛那么多人？我咋个甩？就这样，我在中间等你，正中间了，你直接进来嘛。就这样哈，好了，我给你取钥匙。哎，钥匙都搞忘带了，真是。哈达没了，我要去下哈达。哈达没了。在哪儿？等一下我测一下，帮我测一下嘛。等一下我等一下嘛，你先放嘛，等一下嘛。哈达好，2等，听我。这个哈达。这个你给它限一下。嘎挂到了嘛？穿红衣服那个在后面。这边这儿了，这边。这边。这个啊嘛。你帮我限一下哈达。好。
我不好弄的，主要是手上。那个下头有这个，待会儿我把那个哈达帮我测一下吧。啊，哈达帮我测一下吧，那个有你的确实你有8瓶这儿的。到了脚不走家的。那个拿2个出来嘛？等一下5个一起，等一下。帮我弄一下吧，他要帮。给得4个人，4个人。这个是他说话的。再把那个这还有4个。都15个，它5个一套，它是5种颜色，那5种颜色是送1个人，好像还有2个。红中来的山上，没事。这午餐了是最那个的，最珍贵的意思就是，送的是最敬重的那种。他们5个人是送9人，900个，给了别个，给了5个，跟别个就在旁边救人，晓得嘛？5个人在旁边做救人很那个。